自看影片，超级男人哦，分享就好，按一下分享，没有要送上网络是分享，然后看他的党名，看我心得的，我记在党名，那个影片画面是这样，可以网络搜寻那个影片名称。用手机语音助理 OK Google 叫一下那些的影片名称，说 OK Google 请让我看什么什么影片，超级男人中医养生，按荧幕正下方圆圈那个 Home 键，然后会出现 Home OK Google 语音助理。然后再说，请让我看中医养生超级男人按摩穴位那个影片呢、看后的心得记在这里。按摩那个肚脐下3寸的关联穴，就是下丹田的位置，肾脏位置旁边命门穴，那脊椎的第2、第3节中间呢。就这2颗肾脏的中间呢，命门后呢，命门穴，是不是叫命门穴？遗书穴啊，命门穴的左右各2根手指头的宽度位置，那应该有脚底涌泉穴了。手指头小拇指上面那一节跟第2节之间凹痕那边。第1、第2节凹痕呢，交接处那边，那个也是穴道。对，手掌跟小拇指交接那个地方也可以按的。然后脚膝盖下面好像3寸，外侧足三里穴啊，摸到穴位按的话会酸麻，那个就是摸到穴位。还有那个仪器呢，会自动侦测穴位的，笔尖啊，就圆珠啊，感测器的尖就是圆珠，一颗圆珠，网络有。另外还有三阳交还是三阴交穴啊，还有可以再查看看。